好，咁講下啦，點解我哋頭先啦，或者基本上每堂拉完筋之後都做大量嘅協調動作啊，或者體能動作，即係例如嗰啲前踢腿啊、高抬腿啊、後踢腿嗰啲動作呢？咁就係因為其實我以前細個練習柔道啊、跆拳道啊、空手道啊、日本劍道啊等等唔同嘅運動都好啦，或者我學習自衛術嘅時候都好啦。其實基本上呢，我哋都會花咗基本上係1/3堂甚至半堂嘅時間啦，去做頭先嘅練習動作。即係唔單止係劍擊嘅，原來其他運動都會做到頭先嘅協調動作練習。當然唔係完全一樣，但係大部分都差唔多或者基本上相同等等啦，係有啲輕微嘅差別嘅。因為就算可能玩足球啊、玩籃球都有類似嘅動作。即係每個別運動咧，亦都有再專門啲嘅協調動作啦。但係基本上有好多嘢都係大家綜合運動會用到嘅，差唔多嘅或者。咁點解會做咁多呢？其實就係為咗提升我哋嘅身體嘅基本能力啊。咩叫身體基本能力啊？即係例如我哋身體協調嘅能力。咁咩叫身體協調能力呢？即係運用我哋身體點樣去做一啲特別嘅動作。咩叫特別嘅動作呢？即係日常生活唔用到嘅動作。例如我哋平時可能食飯啊、行路啊、跑步啊、追巴士、追地鐵啊，或者係拎起個飯去食啊等等，呢啲係我哋日常生活已經有大量嘅經驗、好熟悉嘅動作，基本上唔使再練嘅動作，我哋好熟啦。但係你發覺運動啦，例如劍擊嘅按格等等，我哋喺日常生活係唔會按格行噶嘛，日常生活係唔會做弓步噶嘛，咁所以呢啲就係我哋需要思考、控制個身體，跟住先再去做嘅動作。咁但係日常行路就唔使思考啦，因為已經行慣咗啦。咁但係我哋如果去玩啲唔同嘅個別嘅運動，就會有個別唔同嘅動作啦。咁所以我哋需要嘅就係提供我哋嘅身體質素，令到我哋可以隨意控制個身體去做一啲好個別、好獨特嘅動作。即係網球有網球嘅動作，羽毛球有羽毛球嘅動作，乒乓波有乒乓波嘅動作，空手道啊、跆拳道啊、柔道啊、劍擊啊、劍道啊等等，都有佢個別嘅動作。但係綜合嚟講，其實都係控制緊我哋嘅身體。如果我哋習慣做唔同嘅身體協調嘅動作，即係換言之，我哋已經好熟悉點樣去控制我哋嘅身體。咁到時我哋再去做一啲特別嘅動作或者一個新動作嘅時候呢，就會更加容易上手。所以點解我哋會成日會花大量嘅時間練習協調嘅動作就係咁解啦。咁另外點解要練埋體能啊？咁我亦都可以同大家講個小嘅例子嘅。咁即係咩呢？嗰時我去學啲護身術嘅時候，即係人哋去搶我嘢啊，點樣去反抗嘅時候，我學過類似呢啲嘅自衛術啊、護身術等等啦。其實都差唔多成半堂啊，成1/3堂啦，都係做緊類似嘅協調動作同埋體能嘅，好攰好辛苦，係咁跑啊，係咁喐啊等等嘅。咁點解要咁做呢？嗰時個教練啦就有咁樣講嘅，其實同樣一個動作，但係如果我哋個身體協調能力高，或者我哋力量高，或者我哋體能好好嘅話呢，用出嚟嘅效果呢就會差好遠啦，就會好好多。如果即係要天 Sir 俾個例子你嘅話，就係同一個動作，世界冠軍做同一個3歲小朋友做同一個動作，係會有好大力量啊、速度啊、準程度嘅差別。就因為世界冠軍嘅身體質素好好，3歲小朋友都未發育，所以佢個效果冇咁高。咁所以我哋就要訓練自己嘅體能啊、協調動作，令到我哋個身體嘅基本質素去提升，從而令到之後學嘅專業專門嗰個技術咧更加有效用。即係一個做開運動嘅人學一個新動作，同一個冇做開運動嘅人學一個新動作，明明有同一個動作，但係一個做開運動嘅人，佢去學呢招咧係會快啲啦，更加有效，就係因為佢基本身體質素已經好高。所以今日我哋要花大量時間做呢一樣嘢咧，就係想提升我哋嘅身體基本質素。然之後再做之後嘅劍擊練習嘅時候呢，就會更加快上手啦，同埋長遠嚟講呢，就會學得更加好。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哋成日要花咁多時間練呢啲嘢嘅原因啦。咁所以其實翻屋企，因為呢啲動作話難唔難，咁亦都唔算係好困難嘅。咁所以呢，如果中意嘅話呢，可以翻屋企自己去做呢啲動作啊，呢啲練習呢，都一樣有成效啊。因為都係控制個身體點樣去做啫嘛。咁所以呢，亦都建議大家有時間翻屋企呢，都可以做呢啲協調動作啊，同埋做下體能嘅。如果喺屋企太細，你想揾位置做咧，其實例如頭先我哋做嘅高抬腿啊、後踢腿啊等等咧，其實已經原地做都做到啊！即係啱啱我呢個示範咁都係嗱。雖然我哋頭先練習係圍圈做啦，咁但係其實所有嘢咧，我呢啲協調動作，我哋喺原地做都基本上做差唔多效果。或者真係要喐啊，例如我哋呢2格嘅距離。我哋已經可以差唔多做到差唔多嘅效果，咁所以就算屋企嘅空間有限啦，即係你都有地方擺張凳啊咁嘅位置，你移開張凳，其實基本上已經夠你去做一啲基本嘅協調動作練習咯。